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民党立委去柬埔寨成功救一个受困的国人回国，台南市府请旅行社斗注意，当一个人从关出国就当领2万。今日中选会打出选举公告，这届选举人数有要挖1930万人，头一届投票总共有76万8千多人。美国小马世界青少棒锦标赛，咱代表队表现精彩，4比1打败强队墨西哥，成功完成3连霸。立陶宛这个国家甲咱台湾的关系，即阵是真密。因驻台北的经贸代表处按算9月会开始运作。头一任的驻台代表是6月捌来访问的总理顾问卢百里来出任。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处是宣布讲，21世纪台美贸易倡议正式启动谈判，我望双方会当加强合作。6月才甲立陶宛经济创新部访问团来台湾，立陶宛总理顾问罗伯里在8个人的竞争当中，被选出来做驻台经贸代表。立陶宛经创部表示，新设的驻台北代表处对提升立陶宛在东南亚经济代表性有帮助，而且加强推行甲台湾合作的项目。代表处嘛在9月份开始运作。那我方呢，我们也期待跟这个 Polis Rukauskas 代表呢，未来能够密切的合作。我们会提供他相关驻台人的签证以及各项的行政的协助。立陶宛在台湾的经贸代表处会以台北号名，按算9月12揭牌。毋但是立陶宛毋惊中国的压力，甲台湾加深关系，就连乌克兰国会嘛成立15个人的友台小组，感谢台湾对乌克兰的援助。国际持续有支持台湾的力量。在美国议员参访团来拜访了后，后礼拜日华议员恳谈会买来台湾。8月底是美国议员，9月份蓬佩奥会搁一届来台湾。因年底还有英国、德国等国会参访团。To our unofficial but robust and important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and that includes a broad range of areas of interaction. And I think you'll continue to see that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That includes the announcement by USTR tonight of our formal launch of. 下一步呢，我们很快的会跟美方敲定一个日期，举办第一次的会议。美国加强甲台湾的合作，贸易代表处宣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双边谈判。国务院亚太驻京空谈嘛警告，中国对台湾施压，恐惊会到几个月。批评北京的行为是破坏区域稳定。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嘛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势，甲台湾合作来应对长期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看一项好消息：美国小马世界3级棒球锦标赛，咱台湾正伫咧青棒甲少棒拢已经摕到冠军甲亚军。由于咱的代表队伫咧青少棒这组甲强队墨西哥对战。咱的选手表现甲真好，4比1大赢，摕到冠军，互咱的台湾代表队完成3连霸。Chinese Taipei Pony League World Series Championship。女上间以再见3胜结束比赛，新北市青少棒代表队4比1打败墨西哥蒙特雷队，摕到小马联盟小马级世界青少棒锦标赛冠军，球员甲教练乐开怀，全场替国旗加油骄傲，也感觉高兴。冠军战对上这摆比赛以3连胜晋级，也是唯一无败场的球队。新北市代表队典型无留遗憾的拼力，四局上李瑞安打开启球队攻势，高考保送加对出4误，摕3分大局。先发投手卢冠辉又一先发主投3.2局无失分，扫落来的潘廷虎第5局遭遇乱流，墨西哥强占软蕊，接手的李成干救火成功，只失1分化解危机。到2.2局飙出7K，包括再见3胜。比赛了后，球员甲教练登记饭店以原样影片分享心情。大家团结才可以打败强敌，但是我有信心，所以最后才可以拿下冠军。感谢教练团对我的信任，让我可以有表现的机会。特别感动就是带队25年，自己的小孩可以跟我并肩作战。以二中国中球员为主的新北市队，这摆捌立于败部，刷落来一路连胜拍入冠军战，为台湾摕到连3届冠军。小马联盟因为甲台湾友好，也毋是国际奥会的比赛，颁奖典礼上主动播放中华民国国歌。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话讲会赶紧处理海沙厝甲危险建筑，4档内会核定2成，8档内核定5成。台北的副市长黄珊珊是5万公，20年来会当换掉5000栋的劳工屋。也若是国民党的蒋万安，昨嘛提出公办多间的3项政策。小连续2天主攻市政建设重大政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18针对都市更新提出规划，嘛考试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任内都更速度慢，强调若伊就任会设都更特战队，对整建主体危险建筑等等，总共200多处新处理。现在有整建的住宅17处，大家知道从来22处，那现在处理了5处。海沙屋还经过调查有84处，危险建筑有110处，这一些我们在4年内要核定2成，8年要核定5成。陈市长画出都更的加速，嘛讲要扩大自治中心的编制，由市长、副市长做指挥中枢。现任副市长黄珊珊嘛就广播节目时描绘都更蓝图，讲要把学校当作改建的目标。市内有200多间超过50档的学校，未来整并改建，希望20档内中起5000间的楼厝。不过对陈市长的都更大饼，所有话讲，都更最难的其实不是法规，也不是政府。最难的是民众，民众要整合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花时间跟力气的。政府画大饼很容易，都更是需要推力跟拉力的。用主政者立场点出都更重要的是人，不是政策伫画着通行。另一个参选人代表国民党的蒋万安，几工前就提出都更3基建，包括调降公办都更的预管标准，补充公办能力等等。伫选举剩100天的这一天，嘛启动台北的行脚活动。走访。不只是承运朋友、公园、商场等等，我们就希望了解不同族群、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在地乡亲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随着选举时间越近，参选人唔乃亲入社区，嘛开始会提出政策规划。伫楼厝主体比例悬的台北市，大个基地搁较是无地走险的。记者陈阿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今仔日中选会打出选举公告，这届年底选举人数有要挖1930万人，头一届投票的族群有76万8千多人。这回年底选举有一项重点，是咱有史以来头一件的修宪复决案，要修宪改造18岁就当有公民权，这项就要超过965万张同意票才算通过。打出11269合1的大选公告，选前倒拍算100天，中选会表示讲，这边的总选举人数有要挖1930万人，其中有76万8千多人是头摆投票，会伫全国设置17648个投票所，动员超过30万的选务工作人员，嘛有做防疫的相关措施。如果量测额温超过标准的话，他还是可以进行投票，但是呢，我们第一个会发给他一个手套，简易专用的这个遮屏之后呢，我们会马上进行消毒。这边的选举会是伫个选举修宪署顶悬头一遍的这个公民复决，中选会采取领投的方式，同步来举办。总统蔡英文来消停18岁的公民权，嘛爱民进党全力来催塞同意票。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承担国民的责任和义务，也应该同时享有完整的公民权。那民进党、朝野政党拢来发出支持，望会当来下过965万票的这个门槛，嘛宣示要来举办规旁的活动。18等大人，我们不分世代，共同来挺，让年轻世代有这个公民的权利是时代力量非常重要的主张。国民党甲时代力量拢要启动街头宣讲，结合参选人论坛。民众党嘛要来举办专台行大，国政党拢咧拼选举，要来抢攻青年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网络媒体以青年参政做主题举办论坛，邀请总统蔡英文、青年团体佮国政党的政治人物做伙讨论。下晡，国民党蒋万安、民进党陈时中甲民众党赖香玲拢到现场，讲家己对青年参政的主张。
年底唔但有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嘛要做伙举办18回公民权修宪案的护国公投。18有网络媒体以青年参政为主题，举办论坛讨论。下晡立法委员，也就是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到现场，针对现行民意代表组成方式对青年更有优先进行讨论。的确，对年轻朋友并不是这么友善，不管是从保证金组成方式，对地方议会的议员来讲。我们看到可能年轻人的比例并不高。如果政党你可以愿意多提名一些年轻人，把它放在排名比较前面，其实也是对于年轻朋友的重视。议员不分区，是不是可以提高年轻人参政的机会？蒋万安2点半离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3点随到，以安怎放任青年参政限制为主题来分享。有年龄的限制或者学历的限制。而未来在现在网络的时代，整个资讯透明的时代，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在了。在这样资讯透明，而在做任何的限制，我认为都是歧视了。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公民加强监督了。全体对于候选人的监督，我想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民众党毛通市长参选人赖香玲来参加，伊针对青年被选举权安怎放任，提出以立法来引起实现的想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办法以及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办法，有没有可能一起也把这个投票的年龄直接在法律上修法？那修法如果在立院通过了以至于在现在因为跟宪法130条的修正没有过，会形成一个法律上的汉格，而能够去采取在宪法法庭做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解释跟审定，来弥补现在修宪之难度的这个高门槛。三党政治人物嘛，搁一摆发出支持18回公民权修宪案，安怎以青年议题成少年人的支持，成做国民党重视的课题。记者郭文郑派文台北报道。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一间清真寺发生自杀炸弹客攻击事件，造成21个人死亡，27个人受伤。虽然目前也无组织刑警犯案，不过这个时机拄好是美国对阿富汗铁军塔利班掌权满1年，所以有真侪人就怀疑讲，这可能是塔利班的死对头 ISIS 所发动的恐怖攻击。维园中有那间圆顶的建筑，就是喀布尔礼拜3发生爆炸的清真寺。当地民众隔天为死亡的教长举办丧礼，场面真悲伤。دیروز ما هم خودم آدم نماز استاد شدیم که انفجار صورت گرفت. بسیار یک انفجار قویه در داخل مسجد. تقریبا یک 25 نفر یا 24 نفر کشته داشت. همه قدر زخمی. 现场看到的人是讲，这个意外是有人把炸弹引爆，爆炸威力真大，连附近建筑的窗仔门玻璃拢破去。案发迄当时拄拄到暗时祈祷时间，清真寺里人真济，所以死伤真严重。已经知影至少21个人死亡，33人受伤，伤者当中有5个囡仔。目前也无任何组织坦白承认犯案。不过塔利班前几天才拄庆祝定新掌权届满1周年，分析是讲，伫这个敏感时机发动攻击，挑战的意思真重，也有人怀疑可能是伊斯兰教伫当地分布所在。顶礼拜喀布尔原来有一个亲塔利班的伊斯兰教长，伫另外一个攻击当中死亡。伊斯兰教激进组织已经坦白承认因是幕后主谋。塔利班为去年上台了后，伊斯兰一直拢趁机会扰乱，也已经对塔利班形成一大威胁。公司新闻詹瑞敏编译。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这礼拜要去乌克兰，甲乌克兰的总统，佮有土耳其的总统讨论要安怎处理战争的问题。当即阵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所有主题区被大炮崩起，上无有7个人死亡。乌克兰的政府就指控讲，是罗西亚因为战争的发展无顺利，调工对主题区发动攻击。不过，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乌克兰的军方冒入咧主题区甲学校，即寡人较侪所在部署武器，引起未少争议。Повністю вщент розрушена будівля. 1-200, 1-300 наразі. Свідки кажуть, що людей в гуртожитку було дуже багато. 路透社统计当地官方的数字显示，死亡的至少有7个人。乌克兰政府谴责俄罗斯因为战事无顺利，刷调工针对主题区发动攻击。较早同款关注俄乌战事的国际调查组织 AI，
对17、7月间战争现场进行查访，搁伫8月初发表报告指出，因发现乌克兰军方会调工伫人口密集地区，像主题区、病院、学校等地，设置军事基地，搁部署各种武器，趁机会攻击俄军，用安尼成俄国攻击造成百姓伤亡。虽然国际调查组织也强调，乌克兰替家己人做南马盾牌，无表示俄国发动战争有任何正当性。不过报告出来了后，西方媒体犹原是多数完全消音。乌克兰也批评 AI 加做俄军的宣传工具。另外一方面，对俄军开战初期就完全掌控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也定传出炮轰甲空袭，使得各方烦恼核电厂的安全。乌克兰提出条件，要求俄軍隨撤離。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повинна відійти з території АЕС і усіх сусідніх районів забрати свою військову техніку зі станцій. 对5月19号召開的三方高峰會，俄軍指出烏克蘭可能借機會製造事端。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44-й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й бригады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19 августа планируется нанесение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х ударов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АЭС с огневых позиций,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 городе Никополь. 另外，等於俄軍控制的克里米亞發生空軍基地軍火庫爆炸事件，俄羅斯指控是烏克蘭情報單位滲透破壞造成。包括美國 CNN 等媒體指出，烏克蘭無否認是俄軍7月的攻擊行動。公司新聞自家人編譯。美國有一個攝影記者 Austin Tease， 10年前佇咧敘利亞失蹤。美國認為講是因為 Austin 當咧報道敘利亞內亂，迄陣才會去互當地政府掠去。敘利亞美國是閣呼籲敘利亞趕緊放人，不過敘利亞外交部有關是強調講，人毋是因掠的。这段影片是美国摄影记者奥斯汀泰斯伫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高禁区的检查站失踪1个月后，头一届伫镜头前出现的画面。31岁泰斯双眼互部扎起来。有几个牙青的查甫人甲压掉的，讲几句话后，伊就消失去啊。美国总统拜登伫14，也就是泰斯失踪10周年即天，发布声明讲，这件绑票案是叙利亚政府所做的，呼吁叙利亚当局甲美国合作，甲人质行印。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伫17个例行记者会，互美联社记者问起拜登的谈话，去互叙利亚外交部否认到底是安怎？ President Biden said in that statement that the U.S. government knows with certainty that Austin Tice was held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So that is why our position is unchanged. 泰斯的爸母14伫华府的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绑票10周年的活动。国务卿布林肯透过娱乐影片发表谈话，讲泰斯的案件，白宫的人质事务特使甲联邦调查局 FBI 的找人小组，当密切甲叙利亚政府伫接触。虽然去互事故否认，不过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执行董事麦卡伦17对两国政府开始进行对话，表现乐观的态度。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来关心咱台湾人互拐去柬埔寨目前救援的情形。顶一日，国民党有3位立委去到柬埔寨找当地朋友甲台商斗相共救人，即马已经成功救到1个人，今日已经顺利回来台湾。行政院表示，目前掌握到有373个人互拐去柬埔寨受困，目前已经救到39个人。 要去里来甲因救的车，变死驶煤车，卡脑嘛袂当停落来，因为因当才为柬埔寨防诈骗的所在走出来。他知道你这样报警报立委的话，他们立马收手机，然后查到的话，他就会提罚。离开人口走私集团的控制，心情总算较松人，加在立委斗3工，互会当走出来。发现我们偷出一个人定位档案，手机收走。 洪明凯甲电政田等等国民党的立委，顶一日飞去柬埔寨，甲当地台商见面，18转来甲桃园机场，甲受害者做伙带转来台湾。没有受伤，没有受伤。洪救转来台湾了后，面对大家探问，因敢若点头尔。等到是南洋的立委对打落飞龙机的时阵，洪救按算甲人带去精神的举动是真不般，伫机场外口都甲警方去援家。没有想到我们的航警局竟然这么样子的粗糙。 在舱门口就打算要抢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这次回国的过程当中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因为被害人也是当事人本身的问题，我们如果能够直接由机坪把他
再送到集中检疫所，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恰当的。救人、调查甲苦劝都在同时进行。不法集团的成员涉及人口买卖，全部都互带转去侦办。因若破案的关键，是因为一个咱国的民众差一点互拐去卖，煞伫出发进前向反悔，走去报案，嘛有警方成功伫机场，甲原底要甲伊做伙去的人抓落来。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公司的人实际跟我就是面谈，后面感觉越来越不对的时候，然后就选择报警。柬埔寨诈骗的手路是愈来愈多，甚至有共犯藏伫咧规定的被害者内底。前一日台湾甲泰国合作，伫泰国机场原本就是讲甲12个受害者抓落来，不过9月先倒来台湾的民众内底，去互发现讲有一个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另外3个人留伫咧当地调查了后，佫掠着2个人有重大嫌疑，因若一个人要当地接受调查，18马上遣返倒来台湾。救回来中间如果有诈骗，那移送法办，这种把人当奴隶以及贩卖人口等等要重办。相关查获有专门在做这个人蛇集团的那个蛇的那个头，那一定要破获。官方证实，目前掌握到373个人受害，已经有39个人获救出来。不过，这嘛代表讲，还有334个人当地等待救援。因若这内底有偌济人是原本按算要去做诈骗，不过尾仔发现代志毋是伊所想的安尼，煞反悔化救人，互救回来了后，佫假做是被害人。咱国甲柬埔寨并无合作协议的情形之下，要安怎来理清事实，展开侦办，也是真好处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发现讲有愈来愈侪人掉伫柬埔寨，除了救人，嘛要抓紧阻止国内莫阁有人互骗过去。所以台南市政府走大省开奖励金，旅行社业者若是发现有可疑的对象要买机票、办护照，会当甲警方通报。若是成功阻止诈骗案，救到一个人就会当领2万块。我没有要让他们查，我跟他撸了大概2个多小时，然后我妈打。我已经叫我妈报警，因为广告密码我把它报，手机会查完之后被打。4月底，互人骗去柬埔寨工作，随互人控制行动，其中佫真侪届互人拍骨电，逼做诈骗工作。因为唔听话，互人转卖3届，逃走了后去泰国，再透过刑事局的协助，伫8月初顺利倒来台湾。回想规个过程，未成年的被害人也是真惊吓。柬埔寨诈骗案真济，台南市政府提供全台湾唯一的奖励，鼓励旅行社业者提高警觉。不管是出于自愿或是被骗，他一定要买机票。好，买机票的话，如果他的譬如说年纪很轻，别人帮他付钱，这些部分旅行社希望能够帮忙过滤。那如果因为这样在机场拦下来，那集团被破获，防止了后续有人持续被害，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人原则上是，那我们就一个人2万块钱。干那买单程票，代办10至30岁的护照。台南市呼吁旅行社通报警方到场了解。另外，也透过学校甲班级，可劝少年朋友唔通听信海外求职诈骗相关消息。各县市也积极查缉。18分林警方掠到专门诱拐去东南亚各国的人口贩仔，成功伫高雄甲台南掠到7个人。全案依组织还有人口贩运以及诈术使人出国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分析，诈骗方法拢是以薪水悬、大名招徠这方法诱拐被害人，互人骗去对象大部分是相对弱势。积极宣传加强预防，多方面做伙做，才通保护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已经8月中过啊，不过今年也无半个风台影响台湾。气象局表示，因为全球暖化，加上今年台湾附近的天气环境，拢互风台激卡袂起来。若是到8月30还阁无风台来，就是64年来上介慢的一年。已经好天啊，也毋过详细看，车路也是规片澹澹。这是已经欠水真侪工的家人，10月早起总算落一阵雨。虽然对空花经过的家人帮助有限，也毋过当地的居民点头也是真欢喜。很多树木都枯掉了，都多下一点雨。尽量是早点下一些好了，不会缺水，也不会什么，比较凉。
根据气象局的统计，到下昼3点，嘉南雨量上侪是安乐区国道1号 S001K 测站，累计雨量17.5毫米，过来就是北斗啊，累计雨量也有14.5毫米。不过已经来到8月下旬，这个热天拢无风台影响台湾。气象局表示，到目前台湾上晚发布风台警报的前3名是2010年8月30南收风台，1993年8月17塔沙风台，1997年8月16维尼风台。今年恐惊会挑战64年来上晚发风台警报的记录。太平洋的高压呢向西伸会比较明显，太平洋高压强度也比较强，导致在南海地区一直延伸过来，在菲律宾西侧这个季风槽它的发展强度是比较弱。而且台湾一直都是在高压边缘或者是高压的影响之中所以就算有比较强的低压系统生成，要直接影响到台湾，几率也是比较低。也阁有安怎到即马也拢无风台？气象局讲，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今年风台形成数确实偏少。各地反程因影响之下，太平洋的东风比以前偏强，台湾附近的太平洋高压也偏强，进一步互形成风台的季风槽明显偏弱，这拢是风台较未形成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是增加23088例新冠本土病例，有34个人染病死亡。也若是囡仔的重症个案，是搁增加2例密死。另外，指挥中心8月有公布国内头一个染到 BA.4 变种病毒的案例，即马伊的牵手嘛验出同款的病毒，是国内头一个 BA.4 的家庭捐助案。国内出现头一个本土 BA.4 家庭捐助案，疫情指挥中心顶一日公布本土头一个 BA.4 的个案，是北部一个35岁的男性，甲伊做伙住的3个亲人拢验出阳性，经过病毒的基因定序了后，这条个案因牵手嘛是去挖到 BA.4，不过伊无症状。也若伊的2个囡仔，一个 CT 值伤悬，无法度做基因定序，另外一个目前当伫做基因定序当中。因为知道他是 BA.4 的接触者，所以把这个检体后送到我们的昆阳实验室那定序的结果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有出来，确定也是 BA.4。新冠本土疫情的部分，18拜是新增加23088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11例，死亡的有34例。伫重症的个案内底，增加2个儿童MIS-C的个案，拢是1岁囡仔，其中一个查甫囡仔伫7月初确诊，8月中发病。迄当阵带伊检查发现有肺炎、扁桃腺发炎、甲急性胃肠炎等等几个器官发炎的现象，诊断是 MIS-C， 目前还佫伫带院治疗当中。这2例的 MIS-C 累积上去，我们目前是有102例的儿童 MIS-C 的个案，那总计的这个儿童重症的人数是172位。指挥中心表示 ，BA.5 疫情8月底会压悬，按算过一天确诊的人数上少是3万例，上济会到6万例。各方按算会伫9月底至10月初，不过目前第4档疫苗的注射率敢若有8.5%，而且专家讨论，敢是要缩短注第3档甲第4档人的时间，来提升保护力。若开放相关防疫的措施，教育部已经送出防疫计划，等确定了后，就会来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发展疫情过后的观光市场，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时带团去泰国参加第11届 APEC 观光部长会议。交通部是表示讲，已经甲各国代表宣布讲，台湾已经准备好势啊。我望讲国境开放的时阵，会当有更较侪观光客来佚佗。因为这站观光的生意是真好赚，所以有属个航空是宣布讲，要重新开台北甲曼谷的航线，伫咧这个期间会当一直改机票。用真销票价促销，买票旅客佫会当无限次数改航班。这间廉价航空服飞台北到曼谷航线，主要是目前入境泰国无需要隔离。疫情前，当年差不多有70多万台湾旅客去泰国，航空公司也期待疫情了后，人会当渐渐回温。我们是属于低成本航空，所以因为我们的机队都是统一的，所以在票价的部分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的。疫情了后，旅游收入，交通部长王国材再去带团去泰国的曼谷参加第11届 APEC 观光部长会议。今年主题定做再生观光，交通部是讲会抓准时机行销台湾。在 APEC 会议里面，跟所有的21国的代表，这个做一个说明，都准备好了。那随着国境的开放，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观光客
到台湾来。目前旅行社这边卡在这个禁止出团令来讲，对于团体出团这件事情上来讲，我们只能说民众目前询问度很高，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一直都没有办法确定可以出发的时程。旅游业者呼吁，想要抢攻国际市场，政府要有明确解禁时间，而且目前也袂使出国，又搁是休热旺季，国民旅游补助使用者侪，观光局统计，大数补助预算使用率已经达到56%。到昨天为止，使用的房间数也超过100万房。那未来如果预算提前用罄的话，我们会至少在2周前让消费者还有业者能够知悉。观光局表示，伫官网会针对会当使用优惠的房间数用灯号显示，目前到黄灯代表使用超过一半，若是7成就会到红灯。到时阵伫官网公告，予旅客甲业者拢会当即时应变。若补助预算用完，就无要搁加钱。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鞍马银牌选手李智凯，为着准备11月份的世界锦标赛，即马已经返去伊的故乡宜兰来准备。伊进前伫咧争取国手名额的比赛当中，要完成一套全新的动作。教练林玉成等望伊会当伫咧国际比赛当中稳定表现，争取这套动作的好名权。嘛，望伊会当向2024年的巴黎奥运金牌继续打拼。完美展现流利的动作，伫东京奥运摕到银牌的国手李智凯，18回来到故乡宜兰的体操馆训练，一个出场就吸引一寡细汉选手的注意。长时间都在国训中心，那这次很开心。教练有规划，就是回来家乡宜兰的异地训练，其实是一个算是心境上的一个调整，对，也是在训练上的一个规划跟准备这样，对。可以看他们动作学到更好的动作。8月初，李智凯伫国手选拔赛展现一套全新的动作，得到15.5分，是个人运动完美最高分。伊甲教练林永信的目标，就是要伫国际得到认证了后，要行向2024年的巴黎奥运。新动作因为目前就是只有在国内就是有做成功的，那也还没上到国际舞台去认证跟完成在国际舞台的展现这样。那希望接下来就会朝这个目标去做尝试。接下来我们目标是送到国际第一站，就是巴黎挑战赛，然后希望他到那边可以把这个动作展现出来，可以找出新的难度、新的动作来认明我们台湾的动作。李智凯热心指导学弟妹基本动作，也希望家己基本动作练好熟，整理好心情，为巴黎夺金路先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初10，台湾头一粒类卫星载具火箭，伫咧屏东的旭海成功发射。这个国内唯一合法的科研基地，是予在地乡亲真期待讲，会当透过火箭推测地方的观光。国家太空中心今日早起就伫咧旭海举办全国水火箭比赛，是由南投国小摕到第1名。11月份，伊会代表台湾去到越南参加国际总决赛。观测气压甲风的方向，宜兰选手确认角度了后，准备发射。这囡仔选手是真欢喜，因为比赛分做2种模式，一种是家己设计1500毫升以内，用塑胶杆仔做火箭的头甲尾饰，配合家己调整杆仔分数线的重心，加压了后的水火箭射去80公尺外的目标。另外一种是以5分钟英语演说的方式来小解团队或者是台湾总分数上悬的人，就会当摕到冠军。它如果撞下去撞到地板的时候，尖的可能会尖头会凹掉啊，这个圆头的话比较不会，比较耐撞。对，比较耐撞。我们的集训的时间其实很少，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分散在比较远的地方，要集合起来的话，就是会比较难一点。比赛地点伫屏东县牡丹乡旭海村，当地的旭海火箭发射场，也是咱台湾唯一一个合法科学研究的场地。顶个月初10，已经成功发射咱台湾头一粒类卫星载具火箭。主办单位甲水火箭的比赛办伫咧旭海，是希望太空中心对科学普及的教育，甲人才培育的效果，也当带动在地观光。那我们希望借由办这个活动，让小朋友呢从小呢就把科普融入他们生活中，作为他的一个标志啊，让全国人民呢都讲到这个火箭就会想到的旭海。对我们乡里面来讲，我们当然希望它变成是一个能够促进我们观光产业的一个动力。国研院太空中心表示，今年是头一届举办全国水火箭的比赛，由南投国小大树公一队摕到冠军，会伫11月份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总决赛。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市即阵提出旧大楼消防设备的补助，鼓励1995年6月份进行起的6层楼仔悬以上的大楼来申请。基本消防设备的安全设备会免费换新，会提供紧急照明的指示电火、消防管、防火门等等，希望会当提升旧大楼的公共安全。老旧大楼一般拢较欠缺消防设备，不论是消防管，也是安全门，常常故障，造成民众的安全问题。即马新竹市消防局提供免费换新的补助。在这栋老厝，我27栋的叶先生感觉较安心。有一些东西是过期了，当然那个挂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是觉得好像是万一有事情的时候拿不出来用嘛。可是现在呢，就是说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随手可得的。根据市府的统计，新竹市总共有647栋大楼，起在1995年6月进前，即个透过补助，先提升火烧厝时上头先需要的警报器。甲提升基本功能的设备。大楼除了这些基本的一个安全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些系统性的消防设备。那也希望说都由大楼这些我们所有的管理权人跟所有权人共同来维护这些系统性的一个设备，然后那基本的设备我们市政府来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但是系统性的设备还是要请各大楼自行来维护来管理啦吼。市府呼吁符合补助资格的大楼，对10月开始，只要一个人会使代表提出申请，希望大家对消防安全更加重视。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中秋节要到啊，油啊开始要大出，不过中国是禁真侪咱台湾的农产品，所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日是启动油网外销日本的作业。陈吉仲表示，今年全台湾油的产量是比去年减1成，不过2礼拜内要卖出7万吨，确实有压力。另外，还有台中的木谷柑，嘛有200多吨受到影响。市府就表示会继续增加内销，分散外销市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用心促销文旦，甲市长黄伟铁伫会柜前比赞，替台南文旦准备外销去日本斗赞声。即个透过空运准备出货去日本，数量有2吨，是今年销往日本的第一批。今年文旦减产呢，就是去年外销的量，所以其实我们内销，坦白讲压力是还好。根据农委会统计，文旦去年外销量是7000多吨，销去中国的有4800吨。今年中国暂停台湾真侪项农产品输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今年产量比去年减少1成，相较当然有较少。不过说来文旦进入采收季，要伫2礼拜内卖出去将近7万吨的产量，陈吉仲坦白讲有压力。白露离中秋节只有3天，那今年中秋节又比较早到，一寡老客户你爱甲留物件，你袂当互伊吼临时临了来讲要爱无物件，啷个互伊呢？陈吉仲也表示，顶半年全台湾水果外销量是3万吨，其中美国、日本的市场占外销前2名。伊阁宣布文旦收工加工无限制，希望农民会当安心。台中当时的木谷农民表示，目前当积极开拓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其他市场，不过烦恼产期甲其他的产区顶塔。就云林古坑那方面的话，他们是年前采收嘛，但是它时间都往后移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年后采收变成往前移。台中市政府表示，最近3年台中市外销中国的农产品，敢若木谷柑一项，目前有200多吨受影响，占产量较无1成，也会持续协助增加内销，也加分散外销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的庇护工厂、杂料中心等等的弱势团体，去年的中秋礼盒因为疫情的关系，销量是无介好。市政府为着要甲因斗3工，今年是做伙办促销活动，毋捌这寡新兴障碍者的拍拼，会当得到社会支持。启智发展中心的学员伫舞台顶表演，销解因做的中秋礼盒。嘉义市的新兴障碍弱势团体，18天做伙伫市政府办活动，希望增加中秋礼盒的销量。联合行销的活动，然后帮我们把我们身上学员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成果呢，能够行销出去，然后让于我们的成员可以有收入。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激起大家可以以爱传爱哈，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就是共襄盛举。嘉义市社会处表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弱势团体中秋礼盒拢卖了无好。今年原物料佫起价，所以举办这个活动，希望有企业也是团体来支持。
因为去年受到疫情的情况，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办一个比较跟大家接触的记者会，所以其实在订购上面确实跟以往之前少了将近3成到4成。原物料的那个成本一直在上升，那第二又加上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的那个业绩就是一直往下滑的。活动办落去，一个团体甲企业驻文的数量已经超过3000盒。嘉义市政府嘛表示，嘉义市这站嘛有够有在社会抽奖的活动，希望社会大众会当用行动支持新疆朋友努力合适的成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有一个2岁囡仔，对家养家庭返去伊家己的家庭了后，说是去受到亲生爸母的苦毒。有3位监察委员介入调查了后，认为有一部分的儿少案底欠缺法院的保障，望卫福部会当全面检讨。高雄市一个拄出事的幼儿委托予家养家庭，邀请2档了后，返去完成家庭，说予亲生爸母虐待。它其实不只是肢体上一个伤害，而且导致他全部这个发展的一个迟缓啊。我想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一个案子啊。我想这是一个个案。但是呢，它只是很多案子里面的一个案子哦。若是有家庭因故无法度照顾囡仔，就会使向地方政府申请委托别人到摇饲几档。这款安置方式因为过程内底无法院的介入，所以主要拢依照爸母的意愿，决定是不是要予囡仔返去完成家庭。孩子在机构是进步了，但这个家里没有进步，所以孩子回去之后会有冲突。而导致受虐。另外一种安置方式，受到虐待的囡仔由法院来综合评估囡仔甲亲生爸母的状况，决定囡仔是要安置伫别位，也是返去完成家庭。监察委员张菊芳认为，无论倒一种安置方式，拢应该要有法院的介入来保护囡仔的权益。你把孩子移出家庭，做了一个替代性的照顾，你这样的安置机制流程可以不一样，但是你提供给他的待遇跟处遇是不能不一样的。张菊芳甲另外2位监察委员蔡宗基、王幼玲28召开记者会，要求卫福部全面重新检讨儿少安置的问题。卫福部表示，因为牵涉的问题真复杂，因会搁再研究。记者林树豪、谢桂玲台北报道。2021年台湾半导体产值有4.1兆台票，全球是排第2名。即阵美国通过晶片法案，佮要做半导体4方联名，看得出来美中伫咧科技这块对徛真势。不过，这个情形互南韩是夹伫咧中央，因为亲像3星就有4成记忆体产量是伫咧中国，南韩要挖中国，也是要挖美国，拢唔对。也若讲到咱台湾，其实大多数的电子代工厂房嘛伫咧中国，未来恐惊嘛会真危难。在实施经济胁迫的，就是中国。世界经贸秩序的这个伤害是很大的。经贸总谈判代表郑金忠宣布正式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商谈判。头一轮谈判上近2个月举行，伊讲未来透过双方签署协议，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共同对抗中国经济合并，加上美国晶片法案通过，那台美半导体产业连接更加深，也吸引更加侪外国设备设备厂商投资布局。荷商艾斯摩尔。日本的信越化学、三菱瓦斯，以及美商英特格及德商的默克，都持续投资在台湾。美国最近提议联手半导体强国台美日韩做新晶片联名，却不否，互看作是对抗中国引爆科技战。也毋过南韩挖靠对中贸易，佮三星电子投资中国规模大伫西安的记忆体厂，占总产量4成。即马中美科技战白热化，面临选边站，互南韩陷入两难。三星的营收基本上就是台积电的4倍，除了制造以外，它还有很多终端产品，它必须要销到全世界各地。那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它考虑的东西可能不会只是从产业链的角度。台湾南韩来比较，2001年半导体产值，南韩大约1050亿美金，台湾大约是1456亿美金。半导体产值是全球第2，佮看台积电去年营收大约是568亿美金，三星电子集团合并营收有2140亿美金，是台积电营收挖4倍。我们的电子5哥、电子10雄，乃至于说像印刷电路板一些台湾在全球市占率非常高的产品，那的产能基本上都还是在对岸。南韩7月科技产品外销出现2年来头一摆落波，8月出口恐惊也无好。分析师表示，台湾晶圆代工全球市占第1 ，IC 设计全球市占第2，美中两强科技对抗白热化，未来市场恐惊分组美中两大阵营了。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卖互厂商的生产受到美中贸易战甲疫情即寡情形影响，政府即几年鼓励企业伫咧台湾投资。人保集团就上准高雄半导体甲5G 的发展，今日下晡宣布成立伫咧高雄成立阿湾5G AIoT 研发中心。罕见的高温造成中国用电量增加，四川重庆这个所在陆续限制工业用电，其中重庆一定限电到24时，因为这个所在是必须用电脑生产的大城，不少大厂也伫当地设厂。富士康成都厂、人保重庆 iPad 组装厂，拢也搁伫评估影响状况。现在我们在生产里面做了一部分调整，所以看起来还好。但是当然，如果时间拉长了，当然对我们整个生产是有影响的。心情好，亲像无受到限电影响，柯庆雄下晡亲身宣布，9月要伫高雄成立阿湾5G AIoT 的研发中心，加5G 技术应用伫专门医疗的方面，国家沟通这大厂合作，象征高雄半导体加5G AIoT 产业的发展前景。台湾向来就是在电信方面都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过去这么多年来，台湾的公司，包括很多我们的合作伙伴呢，都是在这方面都非常资深。中美贸易战加疫情加速全球供应链订组，为了吸引投资和厂商进入台湾，行政院这几年陆续核定真侪个科园区，串联台南、高雄，发展南部半导体 S 型区域。应用的服务为主的基地，研发为主的基地是未来的潮流。所以你再看一看，能够做的选择的地方其实不多。除了台北有它独占的一个优势之外，首都，其他当然最好的地点就是在高雄。半导体是台湾核心产业，也是5G AIoT 发展的重要产业链。中央甲地方政府联合招商，都是为了提早布局、维持并扩大台湾伫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NCC 今日正式核准公司接办台湾 Plus， 未来做的新闻甲节目，拢会用来推广台湾的国际影响力甲国际认同。而且台湾 Plus 嘛甲国家地理频道合作推出节目，要甲传统艺术的传承甲改变，佮有这个土地特殊的故事发展去国外。水开固定，强烈的节奏带来精彩表演。棉花园的头角孙翠红。甲因查某囝共台，而且阁有九天民俗技艺团、甲声乐手剧团的布袋戏小耍上场，来展现传统艺术甲文化的水。这精彩的演出会伫台湾 Plus 甲 Discovery 合作的台湾 Plus 机械的节目内底呈现。传承这一块，棉花园戏剧总团从很早就一直在营运，然后可以把台湾本土文化一直传承出去。这个我觉得，身为表演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老师所学的物件，咱用较简单、浅显易懂的方式，互咱的种子教师，互更较侪人来熟悉着咱的布袋戏，有观众，咱艺术才有舞台。NCC 伫17正式核准公司新增加台湾 Plus， 要制作新闻甲节目，来推展台湾国际影响力甲国际认同。即个台湾 Plus 甲 Discovery 合作。希望和传统艺术的传承和改变，还有台湾特别的故事，用英语来发扬到国际。台湾的东西出不去，是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国外的人他只看到意象，他只看到颜色，可是他没办法清楚了解。可是这样的影视出去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更容易的带入。我们每一个时代都在改变我们的体质，淘汰我们。不合当时当下的年代，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有信心，没有国度，没有语言的隔膜，只要我们用心用力，绝对可以推出去。一系列的节目按算伫27暗时啊，连续8礼拜伫 Discovery 头一届放送，所落来除了会伫东南亚、甲南亚地区放送以外，嘛放伫台湾 Plus 的平台，互全球的观众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4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